張柏芝深陷合約風波，昔日話題女王再陷輿論風暴。近日，香港高等法院因為一單備受矚目的官司成為大眾焦點，主角係影后張柏芝，佢同前經理人余玉卿 AEG 新亞洲娛樂集團主席之間巨額違約索償官司，正在熱辣辣咁審理中。這單橫跨10幾年的合約糾紛，終於對簿公堂，雙方喺庭上各執一詞。案情峰回路轉，吸引住大家嘅目光。這單官司嘅核心係一份喺2011年簽嘅8年期獨家經理人合約。原告余玉卿有明確嘅指控。據庭上透露嘅信息，當年張柏芝因為急需要資金周轉，據傳係涉及買價值上億嘅豪宅，向余玉卿借錢，同時仲預支咗總共4176萬港元嘅片酬。雙方約定張柏芝要為公司拍4部指定電影。不過余玉卿就話，張柏芝喺收到款項之後，並冇履行合約義務，對多部電影拍攝安排都拒絕咗，搞到公司損失慘重。基於此，余玉卿就通過民事途徑向張柏芝追討大約1276萬港元嘅損失賠償，同時要求法庭頒令佢履行餘下嘅合約責任。面對余玉卿嘅指控，被告張柏芝一方俾出咗回應。張柏芝嘅辯護律師喺庭上對余玉卿嘅指控進行咗有力反駁，仲試圖質疑原告嘅可信度。張柏芝喺庭上坦誠，自己當時確實面臨住財務壓力，急需要資金周轉，為此仲曾經向圈內人尋求幫助。不過，佢強調自己唔擅長處理數字同財務相關嘅事務，對會計方面有深深嘅恐懼感。言下之意就係對具體款項嘅流向唔係好清楚。唔止咁，辯方律師喺盤問余玉卿嘅時候，言辭犀利地指出余玉卿造假文件好似家常便飯咁，試圖以此證明余玉卿所提供嘅文件並唔可靠。庭審過程中，一些細節令到案情更加充滿戲劇性。余玉卿喺作供嘅時候提到，張柏芝私底下會叫佢契爺。呢個暗示住兩人關係曾經好親密，但令人意外嘅係，佢又指控張柏芝曾經承認自己造假文件。而喺12月5號，張柏芝親自出庭作供，佢神情平靜，主要圍繞住自己嘅財務狀況以及對合約細節嘅認知進行解釋。因為呢單案件涉及金額龐大，合約條款錯綜複雜，再加上雙方關係嘅模糊性，案件嘅審理過程預計仲需要唔少時間。回顧張柏芝嘅演藝生涯，佢作為華語影壇備受矚目嘅女演員，一直以來都同爭議緊密相連，新聞熱點體質由來已久。2008年，艷照風波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喺娛樂圈掀起咗軒然大波，張柏芝嘅演藝生涯亦因此遭遇咗最大嘅風波。事件曝光之後，佢嘅形象受到咗沉重打擊，原本幸福美滿嘅家庭關係都受到嚴重影響，最終同謝霆鋒嘅婚姻走向咗盡頭。呢個事件令到佢一度淡出咗香港影壇嘅舞台，事業陷入低谷。2015年，張柏芝又捲入咗電影《開羅宣言》嘅耍大牌風波，佢被劇組指控態度惡劣，工作唔配合，呢個行為引起咗製片人向太、陳嵐嘅強烈不滿，向太更加公開表示永不錄用張柏芝。呢件事喺娛樂圈引發咗廣泛嘅討論，令到張柏芝再次陷入輿論嘅漩渦。2018年至今，3胎生父之謎一直困擾住大眾。張柏芝秘密誕下第三子 Marcus 之後，始終冇公開生父身份，呢個神秘舉動引發咗外界持續不斷嘅猜測同關注，為佢嘅私生活蒙上咗一層神秘嘅面紗。張柏芝好似天生就自帶話題屬性，無論喺演藝事業上，定係喺個人生活上，都總能成為大眾關注嘅焦點。而呢次同前經理人嘅合約糾紛，無疑再次將佢推上咗輿論嘅風口浪尖。呢單案件唔只關乎巨額嘅金錢賠償同複雜嘅合約履行問題，更加涉及到雙方多年來嘅關係糾葛，以及各自喺娛樂圈嘅聲譽同形象。目前呢單案件仍然喺香港高等法院持續審理中，公眾都喺密切關注住案件嘅後續發展，期待住法庭能夠俾出一個公正嘅裁決。
無論張柏芝能否擺脫呢場合約糾紛嘅困擾，定係余玉卿能否成功追討損失，都將對雙方未來嘅事業同生活產生重大影響。而對於廣大關注呢件事嘅民眾嚟講，呢單案件為我哋提供一個審視娛樂圈合約關係、明星財務狀況以及人際關係複雜性嘅獨特視角。我哋亦都會持續關注呢單案件嘅進展，見證最終嘅結果。